你有冇諗過，有一日你行入去一間由細睇到你大，甚至係陪伴咗香港人超過50本個年頭嘅老牌餅屋，你諗住買返個豬油包或者蛋撻做下午茶，點知陣味唔係牛油香，而係陣陣撲鼻而嚟嘅蒜蓉豆豉味？你冇睇錯，我都冇講錯，而家講緊嘅係聖安娜餅屋。呢間曾經係中產象徵、連鎖店開到周街都係嘅麵包巨頭，竟然喺佢哋嘅貨架上面擺出一盒盒熱辣辣嘅蒜蓉炒菜心、麻婆豆腐同埋咕嚕肉。呢件事聽落去係咪好魔幻？但係呢個正正就係2026年初，我哋香港人每日都要面對嘅現實。呢種咁巨大嘅反差，唔單止係一間公司嘅策略轉變，更加係一個時代嘅縮影。標誌住兩餸飯呢種原本被視為窮人一物嘅飲食文化，已經徹底統治咗全香港，甚至逼到啲連鎖巨頭都要跪低求全。我哋不如先返去睇下聖安娜餅屋係一間咩背景嘅公司。佢喺1972年成立，喺香港已經有超過54年嘅歷史，經歷過香港經濟最輝煌嘅年代，亦都見證過無數次嘅風風雨雨。以前我哋講起聖安娜，諗到嘅係佢啲精緻嘅西餅，或者係1990年代、2000年代嗰陣，大家屋企慶祝生日一定會買嘅黑森林蛋糕。嗰陣時嘅聖安娜係身份嘅象徵，亦係大家對優質生活嘅一種追求。但係去到2026年嘅今日，你再去睇下佢哋嘅分店，你會發現原本擺放蛋糕嘅玻璃櫃，竟然有一部分變咗做保溫箱。入面裝住嘅係一盒盒售價30幾至40幾蚊港幣嘅兩餸飯盒。呢個轉變真係令人不勝唏噓。點解會搞成咁？點解一間賣麵包嘅要走去賣炒菜？其實背後嘅邏輯好簡單，就係生存兩個字。如果你而家喺中環、鰂魚涌或者觀塘呢啲寫字樓區行一圈，你會發現一個好恐怖嘅現象，就係午飯時間，啲高檔西餐廳、日本料理店可能冷冷清清，但係轉角嗰間兩餸飯店，條龍可以排到去街尾。呢種消費降級嘅趨勢，由2020年疫情爆發嗰陣開始萌芽，經過咗5、6年嘅洗禮，已經變成咗香港人根深蒂固嘅生活習慣。以前我哋會話食兩餸飯係因為冇錢，但而家嘅心態係點解要俾100幾十蚊去食個質素普通嘅午餐？仲要俾人限住食1個鐘，我用40幾蚊買個兩餸飯，有菜有肉，仲要份量十足，慳返嚟嗰幾十蚊，我可以買多杯凍飲，或者留返嚟北上消費。呢種計數機式嘅消費模式，直接衝擊咗所有餐飲業。聖安娜作為大集團旗下嘅品牌，佢哋嘅數據分析肯定比我哋更精準。佢哋見到麵包、西餅嘅銷量因為大家減少消費，或者因為大家追求更健康嘅飲食而下跌，而同一時間，佢哋空出嚟嘅廚房資源、物流網絡，如果唔轉型，就係白白浪費。於是，佢哋決定放下身段，將原本用嚟整三文治、整蛋撻嘅資源，攞嚟炒菜心、整兩餸飯。呢種連鎖店兩餸飯化嘅現象，其實係一個好危險嘅信號。呢個反映咗香港嘅營商環境已經去到一個飽和，甚至係萎縮嘅狀態。當你連賣麵包嘅都要去同街邊嗰啲20幾蚊一盒飯嘅小店競爭，你就知呢個市場有幾咁瘋狂。兩餸飯喺呢個魔幻時代，已經唔單止係一種食物，佢係一種權力，佢定義咗2020年代香港人嘅生存底線。大家記唔記得以前香港係有美食天堂之稱？我哋以前會追求食得精、食得刁鑽，但係去到2023、2024，再到而家2026，呢個觀念已經完全崩潰。我哋而家追求嘅係性價比，係抵食夾大份。聖安娜賣蒜蓉炒菜心，其實係一種好悲哀嘅進步。佢代表住大企業嘅靈活性，但同時亦代表住香港品牌特色嘅消亡。如果每一間鋪頭入到去都係賣緊嗰幾樣嘢，賣緊咕嚕肉，賣緊魚香茄子，咁香港仲有冇特色可言？而且呢件事背後仲隱藏住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就係租金同埋人工嘅壓力。雖然話而家係消費降級，但係香港嘅鋪租依然係全球數一數二咁貴。聖安娜咁多間分店，
好多都係喺黃金地段。如果每日只係靠賣幾蚊一個嘅雞尾包、菠蘿包，根本就 cover 唔到個租金。但係兩餸飯唔同，兩餸飯嘅流轉率極高，而且可以預先製作，對人手嘅依賴雖然有，但係比起精緻餐飲容易管理得多。呢種工廠化嘅飲食模式，正正就係聖安娜呢類巨頭可以玩得起嘅遊戲。但係大家有冇諗過，當聖安娜都開始賣兩餸飯，嗰啲原本喺條街生存緊嘅個體戶兩餸飯店，仲有冇生存空間？大集團有採購優勢，佢哋買菜買肉嘅成本一定比你間單打獨鬥嘅小店平。當大集團利用佢哋嘅品牌效應同埋連鎖網絡去圍剿呢啲小生意嗰陣，香港嘅街道風景會唔會變得更加單一？呢個就係我所講嘅魔幻時代。一間賣餅嘅公司為咗生存，可以放棄自己幾十年嘅專業形象，去同街市啲阿婆爭買菜。呢種跪低，其實係一種無奈嘅妥協。對於我哋消費者嚟講，雖然多咗個選擇，雖然聖安娜嘅菜心可能洗得乾淨啲，食得安心啲，但係我哋心中嗰個香港，好似又少咗一塊拼圖。以前我哋會笑啲人食兩餸飯係頹廢，而家我哋會讚啲人食兩餸飯係識生活、會理財。呢種社會風氣嘅轉變，係因為大家對未來嘅預期變咗。喺2026年前後，大家睇到嘅唔再係遍地黃金，而係點樣喺有限嘅資源入面維持到基本嘅生活質素。聖安娜嘅蒜蓉炒菜心就係呢種生活質素嘅最後防線。我想請大家回憶下，你上一次去聖安娜買蛋糕係幾時？係咪已經係好耐之前嘅事？如果你而家行入去，見到嗰盒蒜蓉炒菜心，你會唔會買？如果連呢啲老牌巨頭都要靠賣菜嚟支撐份糧單，咁我哋呢啲普通市民係咪應該更早去適應呢個新常態？兩餸飯嘅統治地位已經無人可以撼動，由最初嘅深水埗、油麻地開到去中環、金鐘，再由獨立小店開到去聖安娜，甚至係大家樂、大快活都要加強佢哋嘅飯盒質素。呢個係一場無聲嘅革命。呢場革命唔係用槍炮，而係用豆豉鯪魚、用鹹蛋肉餅去完成。佢佔領咗我哋嘅胃，亦都佔領咗我哋嘅荷包。有人會問，呢個時代會唔會過去？會唔會有一日，聖安娜會拆走嗰啲保溫箱，重新擺返滿晒精緻嘅法式小蛋糕？我覺得短期內好難，因為呢種兩餸飯模式背後代表嘅係一種效率嘅極致。喺呢個快節奏、高壓力嘅社會入面，我哋已經失去咗慢慢享受一餐飯嘅奢侈。我哋要嘅係快，要嘅係飽，要嘅係平。只要呢三個需求一日仲存在，兩餸飯就一日都會係香港嘅主流飲食。聖安娜嘅跪低，其實係一個好聰明嘅商業決定。喺生意場上面，面子係最唔值錢嘅嘢。當你見到對面街間兩餸飯每日賣成1000個飯盒，而你啲西餅擺到過期都要抌嗰陣，你就會明白蒜蓉炒菜心先係真正嘅王道。呢種魔幻嘅景象，雖然令我哋覺得心酸，但亦都不得不佩服呢啲企業嘅生命力。大家諗下，2026年嘅香港，街頭巷尾都係兩餸飯嘅香味。你喺中環食同喺天水圍食，味道其實差唔多。呢種飲食上嘅大同世界，究竟係一種福氣，定係一種文化嘅貧乏？當聖安娜都變咗做聖安娜兩餸飯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反思一下，我哋嘅消費習慣係點樣營塑緊呢個城市？以前我哋成日講核心價值，講品牌形象，但係喺生存面前，呢啲都係虛無。聖安娜用行動話俾我哋聽，只要能夠生存落去，賣咩都唔緊要。今日係炒菜心，聽日可能係滷水大腸，後日可能係明火煲靚湯。呢種無底線嘅適應力，其實都好有香港人嘅特色，靈活變通，只要有錢揾，咩都做得。不過，作為一個食咗聖安娜麵包咁多年嘅香港人，我心底入面始終有一種莫名嘅失落。我懷念嗰個入到去餅屋，滿屋都係麥香味、奶油味嘅年代。嗰個年代，
我哋唔使擔心買唔到平飯食，我哋追求嘅係邊間嘅蛋糕更鬆軟，邊間嘅撻皮更酥脆。嗰個年代嘅香港，充滿住一種向上流動嘅希望。而家呢個2026，聖安娜嘅蒜蓉炒菜心，時刻提醒住我哋正處於一個守成，甚至係收縮嘅時代。兩餸飯嘅魔幻統治，係呢個時代俾我哋嘅答案。無論你中唔中意，你都要接受，因為呢個就係而家嘅香港。我想講嘅係，雖然巨頭跪低咗，兩餸飯稱霸咗，但係香港人嘅韌性仲喺度。聖安娜可以轉型，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轉型。或者有一日，當經濟再次起飛，當大家又重新追求精緻生活嘅時候，聖安娜會重新賣返佢哋最出色嘅蛋糕。但喺嗰一日嚟到之前，我哋唯有喺呢盒蒜蓉炒菜心入面揾返一點點屬於呢個魔幻時代嘅慰藉。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冇永遠嘅巨頭，只有永遠嘅市場。聖安娜嘅例子只係冰山一角，喺我哋睇唔到嘅地方，仲有幾多百年老店正喺度默默咁改變緊，只係為咗喺呢個2026嘅殘酷現實入面留多一啖氣。兩餸飯嘅故事未完，聖安娜嘅傳奇亦都未完，只不過個劇本已經換咗另一套，而我哋都係呢場戲入面嘅其中一個角色。當你下次行過聖安娜，見到嗰盒菜心，唔好笑佢，亦都唔好覺得奇怪，因為嗰盒菜心其實就係我哋呢代香港人最真實、最寫照嘅生存樣貌。由餅屋變成功夫飯堂，由高級西餅變成大排檔菜式，呢種轉變係時代嘅眼淚，亦係生存嘅智慧。喺呢個咁魔幻嘅年代，我哋或者可以由呢盒菜心開始，重新認識呢個城市，重新認識我哋自己。當你食住嗰盒30幾蚊嘅兩餸飯，望住窗外不停變遷嘅街道，你會發現，雖然世界變咗，但係香港人嗰種想生活得好啲，想搵多個錢嘅心，其實一直都冇變過。聖安娜賣菜心係一個終結，亦都係一個新嘅開始。佢代表住一個舊時代嘅落幕，同一個更加務實、更加接地氣嘅新時代嘅降臨。呢個2026注定係會被載入史冊嘅一年，唔係因為有咩偉大嘅建築落成，而係因為我哋終於學識咗喺最艱難嘅時候點樣放下身段，用一盒兩餸飯去撐起成個城市嘅希望。聖安娜加油，香港人加油！大家要知道，聖安娜呢次賣兩餸飯絕對唔係一時興起，或者係某個經理嘅瘋狂諗法。如果你深入去睇，呢係一場經過精心計算嘅後勤革命。聖安娜背後係利亞零售，佢哋有強大嘅供應鏈管理經驗。佢哋發現麵包呢樣嘢雖然利潤唔錯，但係受眾已經慢慢變緊。而家啲後生仔早餐可能食麥片或者飲杯咖啡就算，甚至有啲人為咗減肥斷食，連麵包都唔食。但係午餐同晚餐係剛需，係每個人點都要食嘅嘢。喺2024年到2026年間，香港嘅餐飲市場經歷咗一次大洗牌，好多連鎖茶餐廳因為租金同人工頂唔順，紛紛縮減規模。呢個時候，聖安娜利用佢哋原本就遍佈全港嘅分店網，切入兩餸飯市場，其實係一種降維打擊。對於普通兩餸飯店嚟講，佢哋可能要揾個新鋪位，要裝修，要攞牌照。但係聖安娜本身就有晒牌照，本身就有廚房設施，雖然以前係整麵包，但係改裝一下唔難。佢哋仲有成熟嘅物流車隊，可以由中央廚房直接將炒好嘅菜、煮好嘅肉分發去全港各區。你可以想象一下，當聖安娜嘅中央廚房一日可以生產幾萬份兩餸飯嘅時候，佢嘅成本控制可以去到幾咁極致。呢種規模效應係街邊嗰啲亞伯開嘅兩餸飯店完全冇辦法比擬嘅。所以聖安娜賣蒜蓉炒菜心，表面上係跪低，但係商業邏輯上面，佢係喺度搶灘。佢係想趁住呢波兩餸飯熱潮，將自己由一間純粹嘅餅店轉型做一間全方位民生食品供應商。呢個轉變對於香港嘅商業生態影響係深遠嘅。
以前我哋分得好清楚，買蛋糕去餅店，食飯去茶餐廳，買生果去果欄。但係而家界線模糊晒，你甚至可以喺聖安娜買到盒兩餸飯，加多個蛋撻做甜品，再買支旗下便利店供應嘅飲品。呢種一站式嘅消費體驗，正正就係為咗迎合而家香港人又要平又要快又唔想諗嘅心態。而且大家有冇留意到，聖安娜賣嘅兩餸飯菜式其實係經過挑選嘅？蒜蓉炒菜心、咕嚕肉、魚香茄子、薯仔炆雞，呢啲全部都係香港人嘅 comfort food， 亦都係中央廚房最容易標準化、最唔容易出錯嘅菜式。佢哋唔會整啲好複雜嘅嘢，因為重點係穩定性。你喺屯門分店食到嘅菜心，同你喺銅鑼灣分店食到嘅味道要一模一樣。呢種連鎖化嘅兩餸飯，正正係對傳統大牌檔式兩餸飯嘅一種挑戰。喺2026年初呢段時間，香港嘅社會氣氛其實有種微妙嘅無力感。大家睇到物價一直升，但係人工好似仲係停喺幾年前咁。當你見到聖安娜咁大間公司都要出嚟賣兩餸飯，其實會俾到市民一種同舟共濟嘅幻覺，連大老闆都要賣菜，我食兩餸飯又算得係咩呢？呢種心理上嘅寬慰，亦都係兩餸飯能夠統治全港嘅魔幻原因之一。佢消解咗階級感。以前中環返工嘅律師、會計師可能係去中菜館飲茶，而家佢哋一樣會喺聖安娜排隊買盒咕嚕肉飯，然後返寫字樓對住個電腦食。大家喺兩餸飯面前實現咗另一種形式嘅人人平等。但係呢種平等背後，其實隱藏住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嘅一種退色。當一個城市最賺錢嘅行業變咗做賣40蚊一盒嘅飯嗰陣，我哋仲可唔可以維持到以前嗰種高消費、高增長嘅神話？呢個問題，聖安娜嘅管理層可能唔會去諗，佢哋只會諗點樣喺下一個季度份報表入面，將兩餸飯嘅佔比提升多5個百分點。我仲記得以前有一句廣告詞話：聖安娜每日為你烘焙一點甜。而家嘅聖安娜好似係每日為你炒出一點鹹。由甜變鹹，由西餅變中菜，呢個過程雖然充滿咗違和感，但亦都體現咗香港呢個城市最強大嘅功能：消化同融合。無論係咩文化、咩潮流嚟到香港，最後都會變咗做一種好實用嘅、好接地氣嘅存在。兩餸飯如是，聖安娜如是，我哋呢代人亦如是。講到尾，蒜蓉炒菜心只係一個符號。佢代表住大企業對市場嘅敬畏，代表住喺逆境中求生存嘅卑微。如果你覺得聖安娜賣菜心係一件好笑嘅事，咁你可能仲未真正睇清而家呢個世界嘅運行法則。喺2026，冇嘢係唔可以賣嘅，冇嘢係唔可以變嘅。只要有需求，只要有錢賺，餅屋賣菜心同藥房賣奶粉一樣，都係呢個魔幻時代嘅合理產物。我哋不如再諗遠少少，如果連聖安娜都賣兩餸飯，咁未來會點？會唔會有一日，我哋去銀行，佢哋會送一盒兩餸飯俾你做開戶禮物？或者我哋去睇戲，戲院門口唔係賣爆谷，而係賣咕嚕肉飯？聽落去好似好荒謬，但喺呢個連鎖巨頭都要跪低嘅時代，又有咩係絕對冇可能發生嘅呢？呢個時代嘅魔幻之處，就係佢不斷咁打破我哋嘅認知。佢話俾我哋聽，以前嘅成功經驗唔再適用，以前嘅優雅形象唔再重要，生存落去先係唯一嘅真理。聖安娜用佢哋嘅貨架話俾全香港人知，我哋跪低咗，但係我哋仲喺度。呢種韌性其實都係幾值得我哋去思考。當你今晚返屋企路過聖安娜嘅時候，或者你可以試下嗰盒蒜蓉炒菜心，唔係因為佢特別好食，而係因為你想親口去品嘗一下呢個2026呢個魔幻時代嘅真實之味。你會發現，原來嗰陣蒜蓉味同我哋細個食開嘅大排檔味其實冇咩分別，分別嘅只係我哋嘅心境同埋呢個已經完全變咗樣嘅香港。兩餸飯嘅時代係一個屬於平民嘅時代，
亦係一個大企業要學識做平民嘅時代。呢個過程入面有好多無奈，但亦都有好多可能性。或者有一日，聖安娜會因為賣兩餸飯而發展出一個全新嘅餐飲帝國，將香港嘅兩餸飯文化帶去全世界。到時，蒜蓉炒菜心就唔係跪低嘅象徵，而係一個成功轉型嘅傳奇故事。不過喺嗰一日嚟到之前，我哋仲係要面對每日排隊買飯嘅現實。呢個2026，我哋唔求大富大貴，只求每日都有一盒熱辣辣、份量足、價錢平嘅兩餸飯陪我哋行落去。聖安娜嘅蒜蓉炒菜心雖然聽落去好魔幻，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佢可能就係今日最溫暖、最實惠嘅一餐。呢個就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喺呢個巨頭都要跪低嘅年代，我哋每個人都要揾到自己嘅生存方式。無論你係賣餅嘅定係食餅嘅，只要我哋仲肯變通，只要我哋仲肯努力，呢個魔幻時代最後都一定會帶我哋去到一個更好嘅地方。兩餸飯統治咗香港，但係佢統治唔到我哋對未來嘅希望。多謝大家陪我傾咗咁耐。呢個2026，祝大家餐餐都有好飯食，無論嗰盒飯係嚟自街邊小店，定係嚟自聖安娜，只要食得飽，食得開心，就已經係呢個魔幻時代入面最大嘅幸福。我哋下次再見。